Oscar，我知道出邊咧講緊咧相類似嘅白番茄 formula 咧，你哋幫人 OEM，你哋自己廠嚟㗎嘛，係賣緊成1000蚊一盒喎。係啊，其實但係功效咧係差唔多㗎咋，即係量身價呢個係落足料嘅，所以你食咗之後一定會見到效果。呢個係你親生仔喎，係啊，嗰個係你幫人 OEM 喎，你真係好厚道嘅。邊個勁大家自己知，即係你自己親生仔同養仔，佢幫人 OEM，人哋賣緊成1000蚊一盒，今日寶寶仲買6送3，平均200幾蚊一盒，你絕對一定要試，因為佢哋係 A 牌藥廠，連奶粉都可以生產。各位寶貝食美白嘅產品咧，你食得好多，但係唯獨呢一隻有呢一個哈巴桑麻技術，佢都有標靶性嘅，佢好得意喎。呢邊有斑佢就走呢邊多啲，呢邊白啲佢就走少啲。咁同埋佢因為有呢個哈巴桑麻嘅技術咧，佢可以8小時有效。換言之，你食咗佢已經自帶防曬 ，OK？ 你嘅防曬唔一定係你自己塊面會搽防曬，出面搽防曬，使乜自帶防曬啫？咁我問你，你手你着拖鞋你腳啊，你手有冇搽防曬？有冇發覺你個面同你嘅手咧係完全兩字色同我一樣？咁如果你想你全身白全身靚㗎，你就一定要選擇能夠令你食得白之外，記住我哋呢一個專利技術 A 牌嘅藥廠，講緊全馬來西亞只有幾間嘅啫，我哋係可以幫你有埋一個專利技術做埋落呢一個美白產品入邊，就係幫你抗炎同埋抗癌。咁當然啦，抗炎抗癌係送俾你嘅。咁至於美白產品有幾有效咧？係啊，我就係見證啦。即係咧，我已經41歲咗啦，我唔可以隱藏我自己嘅年齡。但係咧，其實睇落嚟幾多歲就似幾多歲。俾大家睇一睇阿 Oscar 咧，佢之前未食白番茄個樣啊！食咗白番茄有啲咩成分先？呢個主要成分咧就係白番茄。白番茄我哋俗稱為水晶番茄，因為佢對我哋皮膚咧唔單即係去淡化我哋嘅黑斑點啊，但係最重要咧係可以 even 我哋成個頭先謝寶寶講到咧，睇成身嘅膚色咧都可以 even 到你。頭先有講一個重點就係可以口服防曬。其實香港生咗馬來西亞啦，尤其是就算你唔係可以大國家，你4個國家你都有 UV， 因為室內啲 UV 咧其實係可以即絲嗰啲啊，我哋嘅呢啲皮膚㗎，腦嗰啲藍光出晒斑。唔單止係可以將我哋嘅色素練得好暗淡啦，仲有就係可以令到我哋嘅皮膚褪落好容易老嘅皺紋啊，你啲斑點啊就係咁樣嚟㗎。所以想少啲斑點、少啲皺紋、塊面多啲膠原，你就食白番茄。係食呢個水晶白番茄，再加上我哋白番茄嘅含量咧已經有500 mg， 比起市面上啲其實高好多。再加上頭先我哋有講到啦，我哋用 Liposoma 嘅維他命 C， 已經一盒入邊咧一包已經係有600 mg， 係好多嘅比起市面上，所以呢個含量好多。再加上我哋有標靶技術咧，你係食咗一定會吸收到。同埋佢有呢一個咧菠蘿嘅酵素提取物，佢能夠對抗一啲炎症，譬如皮膚敏感啊、皮膚紅腫啊、痘痘肌，佢係非常之好。人有10幾歲又食得，你60幾歲都係食得嘅。犀利嘅地方係啲咩咧？呢一個白番茄係令到你全身白㗎。你之前我話你有個客老公講咩話？因為有啲咧客人食咗咧，佢啲尷尬位咧就係啲部位咧，其實老公同佢講都會變得 pinky。係啊，佢講話 nipple pinky 入邊啲地方 pinky 咗。老公話佢連嗰啲咧妊娠紋啊，嗰啲色素都淡咗。所以呢一個咧係真係可以好幫到大家。咁你諗下一個美白嘅產品，炎嘅技術俾你，又送一個抗癌嘅技術俾你，仲要長效8小時。喂，講緊 Panadol 啦。長效都係4小時、6小時，呢一個你食咗長效8小時，天然嘅防曬，亦都可以幫你標靶性、針對性，呢度黑啲就呢度，佢去到邊度補到邊度，咁真正淨係佢哋呢一個藥廠牌照 A 類嘅牌照先至做得到嘅。咁所以今日我哋做一個超癲優惠，從來都未做過嘅。換言之，你買6盒送3盒的話咧，啱啱好足夠3個月嘅份量。如果有啲好深嘅斑咧，你哋都可以探到嘅。等陣間我俾翻啲圖你哋睇下。呢個優惠咧，淨係喺我哋馬來西亞年4月23號之前落單，買6盒送3盒，你唔需要再考慮，即刻行動啦！可以幫你美白全身淡斑嘅產品，200幾蚊一盒，你一定要試。